一、二、三、四。月牛转心随心意，一桥望相思。过往情随风去，转眼又一年。孤鸟也秋天，那堪想是声声思。啥人来创治？为何你不在阮身边？你敢有听到相思声声思？不知阮要对倒位去？世间爱若有真实，宁愿断肠破花迷，无论酸甘甜。你敢有听到相思声声思？为你孤单寂寞也无义。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大家拄则有听到吼，甲大家唱的这首是相思声声啊，是这个很棒很棒的这个金曲歌后黄飞演唱的歌曲啊。这东西呢，嘛是布袋戏这个主题曲，然后啊，作曲的是吴南英，作词的是九硕啊。这首歌呢非常这个柔美，非常好听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有同学呢建议要唱这首歌啊，讲了很久了又觉得老师没买了这首歌就歹听，就歹唱的呢不要紧啦，不管是好唱还是歹唱，我们把它学起来那如果觉得我们唱不够好那我们继续练习。那我们不见得唱给别人听，可是可以娱乐自己，对不对？娱乐自己对对对对的。来，就来给大家介绍这首号称是不好唱的相思声声来，这首 C 大调是个 C 大调。C 大调的意思就是我们在钢琴上面找到 C 的这个音这个要唱什么哆要唱哆。有同学问我说这个哆老师，那这个 C 唱哆还是这个 D 唱哆有什么差别？当然有啊，我们看这个钢琴哆瑞咪发嗦拉西，越往上面越往右边就越高，对不对？对，那你这个 C 唱哆跟这个 D 唱哆或者跟 E 唱哆越上去当然就越高，那你的哆越高，你的瑞是不是变高？咪也变高，对，所以越往这边呢歌是这个，如果同一首歌那你把它转成越高上去的调，那当然就会越高。那当然不同的歌就不一定了，因为有的歌它虽然调号是 C， 那有可能它的内容不高所以就不会很高。这个问题同学问得很好，我会找一个专题来跟大家讨论，别说讨论太严肃，来跟大家聊一聊来，我们就先来唱这首歌，相思声声。来，我们来看呢，E 等 C 大调，4拍子就是一个小节有1、2、3、4，有4拍它的速度呢1分钟72拍，那就跟我们心跳很贴近，没错来，我们来看拉咪咪瑞咪嗦拉嗦咪2、3、4。拉咪咪瑞咪嗦拉嗦咪2、3、4。月牛牛有一个滑音，请带进来。月牛转心随心随嗦拉随心意，随心意，随心意嗦拉嗦咪嗦拉要快这个嗦这个拉呢再拖嗦拉嗦咪嗦拉嗦咪，有没有发现拉比较长？
月娘专心随心意，啦咪啦啦瑞咪瑞哆瑞咪二三四。哎，刚才这个第一句“鬼牛专心睡心意”，忘了跟大家提到一点，就是这个睡。说明的这个说岁明啊，那我们念的时候要念岁月的岁啊，岁月啊，但是这里呢，岁月的岁爱用台语来念岁月啊，岁月月娘专心岁心意，月娘专心岁心意，咪啦。啦瑞咪瑞哆瑞咪二三四一悄望相惜。来，这个呢，岁心意，刚刚这个岁月这个字说呢，也是用文言文的字音来读哈，文音。这个一巧望相思也是一样，用文音来读啊，不是一巧望相思，不是一巧啊。那巧是什么？你用这个俏皮的俏，俏皮的一巧。俏，哎，这个是不是同音啊？很接近，对不对？哎，我怕有很多国语人啊，他惯用国语呢，在台语没轮转啊，我给你写一个这个，这个怎么样？那讲，这个注音符号的家啊，哈哈哈，哎，这样这个是谐音哈，一巧望相思，一米啦啦啦，一巧望相思，再来一次，一巧望相思。发咪瑞瑞咪啦二三四，发咪瑞瑞咪啦二三四，归往情随风去。对往情随风去，转感哆哆瑞拉西拉嗦拉二三四哆哆瑞拉西拉嗦拉二三四转感有今年。你有滑音啊，这个松收呢滑到拉，转眼又一年。好，这样子，这个主歌的第一段就唱了。来，我唱到这边呢，我们继续唱后面。瑞咪瑞拉，瑞咪哆瑞咪二三。瑞咪瑞拉，瑞咪哆瑞咪二三，过脚丫秋天，再一次过脚丫秋天，那堪想咪嗦咪瑞咪瑞咪瑞哆瑞咪，哎，想是。那看相思，声声思，这个思呢有一二三四，有4拍哦。咪嗦咪瑞咪瑞咪瑞哆瑞咪，那堪哪堪的哪有2个音，那堪要闭口，那堪想是声声是，再一次，那堪想是声声是。发咪发哆西哆西，哎，这是一个这个3连音，可是只有半拍哦。发咪发哆西哆西拉，哎，拉要2拍半啊。发咪发哆西哆西拉，啦啦啦啦啦啦西啦菲啦西，哎。
不在，为何你不在阮身边？这个边跟前面这个低一样，也是两边半哦，来也是2拍半来。啥人来创治？为何你不在阮身边？好，再一次来，啥人来创治？为何你不在阮身边？唱到这边呢，副歌的另外一段也主歌的另外一段也唱完了。来，我们从歌教雅秋啼来。歌教雅秋啼，那堪想是啥啥事？啥人来创治？为何你不在阮身边？2、3，这个第3拍的前半拍呢还是咪，接下去呢这个咪哆西咪你敢有听到相思声声思这就开始就副歌了哈，所以副歌呢是在第2拍前面2拍，在第3拍的后半拍才下歌哈，所以我们要唱这个咪的时候怎么办？1、2、3，咪哆西拉西拉嗦咪嗦拉，再一次来1、2、3，咪哆西拉西拉嗦咪嗦拉拉。这个相思声声思这个后面这个拉呢延长1拍所以它要唱1拍半来，我们来唱一下来，你敢有来1、2、3，你敢有听到相思声声思？你敢有听到相思声声思？再来一次，你敢有听到相思声声思？啦啦啦啦嗦啦西嗦啦嗦咪2、3，啦啦啦啦啦嗦啦西嗦啦嗦咪。不知阮要对倒位去，不知阮要，不知啦，不知阮要对倒位去，倒位。这里有一个3连音，半拍的3音，再拖长半拍，然后后半拍才起来。不知阮要对倒位去。好，前面呢为何你不在阮身边？这边呢不知阮要对倒位去，都有唱到这个问这个字，问这个字，我不但用一个方方的框框把它框起来，还写了语加问，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唱过我的课的上过我的课的，唱过我的歌的同学可能就了解那个新手的好朋友们呢，来我再给你解释一下，要唱问这里字，这个字的时候，这里字的时阵呢，你要先准备一个语。国语、台语、日语、华语什么英语这个语的这个嘴型，语把嘴巴尖起来，然后发一个咕的音然后呢后面再读问问。这样这个字才有完整的读完。你如果没有这个前面这个呢直接问那就什么？那是问问题的问不是问是什么？要发准备一个语国语、台语的问，嘴巴尖起来发一个这个啦，问。国语的语怎么读？这样这个字才有读完整来。不知阮要对倒位去，
哆位嗦啦咪嗦啦咪咪啊，毋知阮要对倒位去。发咪瑞咪瑞哆瑞，发咪瑞咪瑞哆瑞，世间啊，世间的世呢有一个做华音，世间爱那有真实，喜也有转音，世间爱那有真实，瑞咪瑞哆哆。瑞咪瑞哆，西哆西，西哆啦，哦，哆要跳到西，跳了7度哦。瑞咪瑞哆，西哆西，西哆啦，灵光断灯破火迷迷啊，这个做民忙的这个迷呢哈，一迷啊这个渣迷啊，昨天晚上啊迷这个拉有滑音，从嗦滑到拉来。灵光断灯破火迷，好，后面这一句呢，拉咪哆瑞哆拉，哎，拉是后半拍，第4拍的后半，哆瑞哆，拉，哎，这个不清楚的这个哆要连到这个前面这个哆，哆瑞哆，拉，如果这个音我用来表示来提醒大家这个是后半拍，那就请听到我才唱这个拉好了，拉咪哆来哆拉西罗西，来再一次来拉咪哆来哆拉西哆西，好来无滑音请带进来，无论生生。哆来哆生甘地，好，再一次来，无论生甘地，好，来，我们从前面这里来唱来。你感悟在哪里啊？高教野球题来为来伫遮，你感悟听到相思来从副歌这边来1、2，哎，刚刚说过咪这个音是什么？第3拍后半拍1、2、3，你敢有听到相思声声是？毋知阮要对倒位去？世间爱哪有真实？宁愿断肠破火迷，无论生甘地。好，后面呢又跟前面就很像啦。咪哆西啦西啦嗦咪嗦啦，你敢有听到相思声声是？哎，这跟前面那句不是一样吗？咪哆西啦西啦嗦咪嗦啦，哎，完全一样哈。来后面呢，啦啦啦啦啦嗦啦嗦。瑞咪嗦咪哦，这一句就不一样了。啦啦啦啦啦嗦啦嗦，瑞咪嗦咪，再一次啦啦啦，为你孤单寂寞也无语，要注意一下哦。寂寞哎，延长半拍，呀是后半拍。啦啦啦啦嗦啦嗦，瑞咪嗦咪。好，为了让大家体验，也注意到这个呀啊，这个也是后半拍，我这个前面这个嗦，我会我会一下啊，提醒大家。啦啦啦啦嗦啦嗦，瑞咪嗦咪，有没有？这是后半拍哈，瑞呀真的是后半拍。为你孤单寂寞也无记，为你孤单寂寞也无记。发咪瑞咪瑞哆瑞，等待会。翻太花开将有时，发咪瑞咪瑞哆瑞，等待花开将有时。再来一次，
等待花开将有时，瑞咪瑞哆西哆西西哆啦，瑞咪瑞哆西哆西西哆啦，你愿转来阮身边，你愿转来阮身边。哎，问这个字，请要注意，问这个字就是问啊，要准先读呜这个音，问你读这个前面的这个字的时候，嘴巴是不是尖的？是，然后嘴型不要变，然后再读问啊，这样就会才是问啊。等待花开将有时，你愿转来阮身边。好，来，我们要换一页。来，先把谱拉好，来哦，太大了，再缩小一点。gi 拉咪哆瑞哆西哆西西哆西哆西拉，停。拉咪哆瑞哆西哆西拉，五六，停停，来最后一句。金呀，空音口啊，要闭口。金呀破过咪西哆西拉，这里还有个西哦，来，金呀破过咪，停停，哎，唱到这边呢。第一遍就整个唱完了啊、哦，那接下来要间奏八小节来啊，间奏八小节之后呢，哈，因为这个旋律跟节奏跟前面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把歌谱继续往下面打，我们就看着谱唱，啦咪咪瑞咪嗦啦嗦咪咪二三四五 N 后刚相随。温里乌恩落雨啊，这个要用文言文来读哈乌恩刚相岁啊，说分离也是文言文，岁分离啊。我在参加这个闽南语朗读比赛的时候呢，哈，评审老师就讲，你一个句刀就是这样一句啊，一个句逗。如果一个字是文言文，你在其他的统统文言文。你如果要白话文，就通通白话文，不要这一句里面有的文言文，有的白话文啊、哦，这样是不对的哈啊。尤其这首歌怎么样啊？这是布袋戏的歌啊，很多都是用文言文来读的哈。有缘共相随分离，咪啦啦瑞咪瑞哆瑞咪二三四一，刻抓情抓抓，后面还要啊哈，一刻抓情丝。啦发咪瑞瑞瑞咪啦二三四发咪瑞瑞瑞咪啦二三四咱约定不放弃二三四。哎，我们唱台语歌点点拢吼，那看到这个不拢读什么？但是这里不是哦。不放弃，我怕我自己会忘记啊，所以我写一个布啊，破布的布啊，写在这边。有发现吗？这个岁我就是台语啊，这个不放弃啊，这个岁我水呢，这文言文啊，这个不放弃哈啊，这个要读成不哈，咱约定不放弃。哆瑞西嗦拉二三四，哆附点，然后瑞半拍，西附点，然后嗦半拍，哆瑞西嗦拉二三四，秋当无真实。手当无真实。好，再来就反复到哪里？反复到第一页去。好，来，我们先把这里段给它连起来唱，然后我们再反复到第一页去。来，有缘共相来，一二三四。
有缘共相随分离，伊曲绝情丝，咱约定不放弃，手当无真实。好，真的要反复了哈。来，我们反复去前面来，反复记号在哪里？果教亚秋啼这里哦，来。从这边来，果教亚秋啼，那堪想是啥啥事？啥人来冲敌？好，唱到这边我要暂停一下，怎么样？发咪发哆西哆西啦，这个哆比这个咪哦，咪发嗦拉西哆，哎。咪发嗦拉西都要调高6度呢，哦，所以其实已经蛮高的，对不对？所以大家在唱这个高音这个冲笛的时候呢，务必核心 hold 住，就是肚子要盯着了哈。想一起来，啥人来冲笛？其实我从唱到这个笛，我都还没肚子都还没放掉哦，然后这边换一口气啊，啦啦啦啦啦啦。西拉西拉嗦拉西，哎，那个这边呢已经又越来越接近多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也是都跟的啊，所以你换了气还是跟的。啥人来冲敌？为何你不在阮身边？心，我忘了圈圈啊，心，大家念念看，心边，哎，这个闭口音哈，来。为何你不在阮身边？你敢有听着想是啥啥事？不知阮要对倒位去？世间爱若有真实，宁愿断肠破花蜜，无论酸甘甜。你敢有听着想是啥啥事？为你孤单相逢也无期。等待花开将有时，你愿回来阮身边。好，我们换一页，来，先把谱拉好。今夜破月，这边是高帽子一，就是第一遍是唱这边，那第二遍在哪里？在这里啊，要跳到43小节。第43小节，今夜破月。咪西哆西啦，今夜破月咪哆西又咪哆西啊，你敢有哎？然后要蛇钮，蛇钮在哪里？我们找一下。蛇钮在哪里？哦，在这里呢，在这个在这边哦，你敢有听到25小节这里哦？所以来，我们来把这个。你敢有听着想是啥啥事？为你孤单相逢也无期。等待花开将有时，你愿回来阮身边。好，来换一页。今夜破月明，哎，我们这边呢，哦，这个第一遍呢，这个金呀，接下这个那一页啊，第一页唱完唱下来呢，要唱这里金呀破月明啊，然后呢，这里要突扣打，哎，这个突扣打扣打在哪里？哦，在这里的话。今夜破月明。好，
好，来这边呢咪啊3拍半，然后就跳这边呢，来，啦啦啦啦啦嗦瑞。来这边的啦啦啦啦啦嗦瑞哆瑞咪，再一次啦啦啦啦啦嗦瑞哆瑞咪，你敢讲你无听？敢讲你无听见阮心意？再一次，敢讲你无听见阮心意？同学说这一句他唱起来怎么样唱都怪怪的，没关系，我对付这个怪怪的都怎么样？多练习啊，多练习呢，你唱歌谱词可能会怪怪的，那就唱歌谱，啦啦啦啦啦嗦。瑞咪哆瑞咪，啦啦啦啦啦嗦，瑞哆瑞咪。好，我们唱歌词看看。敢讲你无听见阮心意？咪瑞咪瑞咪哆西哆西嗦啦。咪瑞咪瑞咪哆西哆西嗦啦。哎，这边呢，这个歌谱有一点错呢哈，这个零的下面应该是只有一条线，尾喉，哎，所以这个尾喉是后半拍，咪瑞咪瑞咪哆西哆西嗦。那这个嗦的头上呢有一个眉毛，再画一个眼睛，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延长记号，那就是嗦要长一点，然后才拉好来。为何爱你？为何爱你？那咪瑞咪瑞两个都是咪瑞，只是这个咪瑞只有半拍，这个咪瑞呢咪半拍，瑞半拍。为何爱你？爱甲休息袂？你有一个转音啊，滑音从嗦滑到拉啊，来，为何爱你爱甲休息袂？你为何爱你爱甲休息袂？哎，这样这首歌呢，就唱完了啊，真抱歉哈，岳老师的声音不够漂亮啊，所以唱起来当然不及反辉啊。那我们在开宗明义的时候就讲这首歌有一点难度啊，那但我们虽然唱的也许不及职业的歌手好，但是我们也可以练习起来啊，来这个娱乐自己啊，让自己唱得很开心哦，也 OK 了哈。那至于我们要听好听的、棒的、简单的，咱来去 YouTube 听黄辉唱就好啊哈。只是咱自己也要唱，听起来嘛真爽，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唱歌啊，开心的这个的地方啊，我们自己唱很开心，听别人唱更开心啊。他会唱，我也会唱，哇，棒棒棒，那就更开心啊。今天这首相思声声啊，黄飞的演唱就介绍给大家。如果您学会了呢，赶快去听听黄飞小姐的演唱，再回来自己多练习就会更棒啊！粤云爱唱歌频道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啊，并在影片的下方呢超级感谢给我们点下去啊，给粤云老师抖内需要您的支持，我们的好的影片才能够继续为大家服务啊，跟大家分享。好，这首歌休息一下下，给大家介绍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